網路上那些關於謝賢病因及遺產分配的細節，諸如什麼兩名孫兒謝震軒、謝震南將獲分90%遺產，而兒子謝霆鋒及女兒謝婷婷僅各得5%，純屬捏造事實，是別有用心者發布的虛假及惡意資訊。這份聲明就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層浪。許多人拍手稱快，認為謝霆鋒此舉是對逝者最好的守護，展現了長子的擔當，不讓父親的身後之名被世俗的金錢交易玷污。他引述父親生前常說的那句 "The show must go on"， 強忍悲痛按原計劃飛往青島準備演唱會，黑衣黑褲，神情哀傷卻步伐堅定地出現在機場的畫面，更是為他贏得了不少好感。一個敬業、孝順、堅毅的正面形象躍然紙上。然而，這世間的風向總是變得比7月的天還快。那份用來抵禦外界惡意的聲明，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卻成了另一種證據。他們尖銳地指出，謝霆鋒急於撇清遺產分配的傳聞，急於維護父親的名譽，卻似乎忘了，在這場巨大的家庭變故中，還有另外兩個至關重要的角色，他與前妻張柏芝所生的兩個兒子 Lucas 和 Quintus。那份聲明裏，字字句句都是對父親的維護，對謠言的譴責，卻唯獨沒有提及這兩個剛剛失去爺爺的少年，該如何在父親的公事公辦和母親的含辛茹苦之間，找到自己情感上的立足點。這種沉默，在對比鮮明的現實面前，變成了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最終以一種誰也預料不到的姿態，反射回了謝霆鋒自己身上。真正的風暴，是從張柏芝社交平台上那條看似溫馨的短視頻開始醞釀的。畫面裏的她卸下了明星的光環，素着一張臉，頭髮隨意地鬆散着，就像千千萬萬個普通媽媽一樣，正在為大兒子 Lucas 準備19歲的生日驚喜。鏡頭掃過餐桌，掃過氣球，最後落在他懷裏抱着的一個破舊的橙色猴子玩偶上。他淡淡地解釋，這是 Lucas 從小抱到大的，已經整整12年了，每天晚上必須要抱着他才能入睡。這個看似不經意的細節，就像一把精準的鑰匙，瞬間打開了公眾想象力的大門。一個身高已經超過母親、出身演藝豪門的少年，內心深處卻依然像個孩子一樣，緊緊抓住一個破舊的玩偶尋求安全感。這哪裡是什麼富家公子？這分明是一個在情感上極度匱乏，在父親長期缺席的環境下長大的，內心有着巨大空洞的孩子。緊接着，更大的波瀾被掀起。細心的網友翻遍了謝霆鋒所有的公開社交平台，發現對於兒子的19歲生日，他沒有隻言片語的祝福，沒有任何形式的公開互動。而與此形成極致對比的，是他對王菲女兒竇靖童和李嫣的體貼入微。竇靖童開演唱會，他送去的花籃上落款是親昵的霆鋒二字，花材搭配得精心考究，賀詞寫得誠意十足。李嫣過生日，他親自張羅宴席，下廚剝蝦，儀式感滿滿。一個是對親生兒子冷漠到連生日都沉默以對，一個是對伴侶的女兒熱情到連生活細節都關懷備至。這種近乎殘酷的對比，瞬間點燃了輿論的火藥庫。曾經那個在熒幕上心情不如，為了王菲可以對抗全世界的情聖謝霆鋒，在此刻的公眾敘事裏，被迅速解構、重塑，變成了一個厚此薄彼、只顧新歡不顧舊愛的失職父親。那些曾經被他用以維護父親尊嚴的義正言辭的聲明，在此刻面對為何不回應兒子生日，為何對兩個孩子成長長期缺席的靈魂拷問時，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帶上了一絲諷刺的意味。回溯時間的長河，謝霆鋒與兩個兒子的關係裂痕，並非一日之寒。2011年，他與張柏芝宣告離婚，彼時 Lucas 不過是個剛滿4歲、尚且懵懂無知的幼童，弟弟 Quintus 更是尚在襁褓之中。在那之後，兩個孩子的撫養權歸屬了母親，他們的成長軌跡便與父親謝霆鋒漸行漸遠。張柏芝在此後的10餘年間，幾乎是將自己的生活全部奉獻給了兩個兒子。媒體鏡頭下的她，常常是被拍到獨自接送孩子上下學，
陪孩子去遊樂場，在孩子生病時焦急地守在醫院的單親媽媽形象。奶奶狄波拉也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盛讚張柏芝，稱讚他將兩個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教育得也非常好。可以說，在 Lucas 和 Quintus 的世界裏，母親是那個無所不能的，提供一切情感支持和日常陪伴的唯一角色。而謝霆鋒呢？他給足了物質上的保障，為孩子購置巨額保險和基金，確保他們一生衣食無憂，這是他作為父親的擔當，這一點無可指責。但親情這種東西，從來都不是僅靠銀行賬戶裏不斷增加的數字就能夠維繫的。小孩子對愛的理解非常樸素，誰陪他寫作業，誰在他生病時整夜不眠，誰在他取得好成績時第一個鼓掌，誰就是他最親近的人。謝霆鋒恰恰在這些最瑣碎、最日常也最重要的時刻，長期處於隱身狀態。他把精力投入到了美食、音樂、電影以及與王菲的甜蜜戀情中，在屬於他自己的那個精彩紛呈的世界裏發光發熱。對於兩個兒子而言，父親更像是一個符號，一個偶爾出現在新聞頭條上的名字，一個逢年過節才會出現，帶來昂貴禮物卻又很快離開的熟悉的陌生人。2018年，張柏芝突然宣布產下第三子小王子，生父身份成謎，一時間輿論譁然，各種猜測甚囂塵上。謝霆鋒作為前夫，自然首當其衝，被無數人腦補出一出破鏡重圓的狗血劇本。面對這鋪天蓋地的荒謬臆測，謝霆鋒罕見地通過微博發布了一份個人聲明，斬釘截鐵地寫道：本人感情生活穩定，我亦只是 Lucas 及 Quintus 的爸爸，也必定會盡心盡力做好這爸爸的責任。希望各位不要再助長謊言發酵。這份聲明在當時看來，或許只是對一段無稽之談的澄清，表明自己與張柏芝三胎生父無關，同時也是一種劃清界限，強調自己如今情感歸屬的堅定。然而，將這份8年前的聲明放到今天這個語境下重新解讀，味道就完全不一樣了。尤其是我亦只是 Lucas 及 Quintus 的爸爸這一句，如今聽來，竟透着一種近乎冷酷的精準。他在法律和血緣上明確了自己的身份邊界，卻也同時在情感上畫下了一道深深的鴻溝。只是這兩個字，像一道無形的牆，將他與孩子們之間本該有的、更為溫潤深厚的連結，簡化為一種名分上的義務。他似乎是在告訴公眾，也像是在告訴自己，自己的責任範圍止步於此。這種公事公辦的態度，與公眾期待中那種即便離婚也依然血濃於水、父愛如山的傳統父親形象，產生了劇烈的衝突。尤其是當人們將他對待 Lucas 和 Quintus 這種僅此而已的態度，與他對待王菲兩個女兒那種全力以赴的姿態進行對比時，這種衝突就達到了一種刺眼的地步。公眾開始質疑謝霆鋒口中那個盡心盡力的父親責任標準究竟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物質供養就足夠了嗎？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對父親陪伴的渴望，對父愛的認知建構，是否就這麼輕飄飄地被我只是3個字一筆帶過？隨着 Lucas 19歲生日風波的持續發酵，越來越多的往事被翻出，形成了對謝霆鋒極為不利的證據鏈。有人翻出早年謝賢的採訪，這位一向風流不羈，對兒孫卻極盡痛愛的老人，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對兩個孫子的痛愛，以及對張柏芝這個前兒媳的認可與愧疚。他深知張柏芝一個人帶大兩個孩子的不易，也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甚至有未經證實的傳聞指出，謝賢晚年曾修改遺囑，要將大部分財產留給兩個孫子，以確保他們未來生活無憂。不管這傳聞是真是假，至少說明在謝賢眼中，這兩個孩子是需要被特別關照和補償的，而這種補償的心理，恰恰從側面印證了他們的父親謝霆鋒在某種程度上是缺席的。與此同時，網路上的各種小道消息也開始漫天飛舞，有人匿名爆料，指責謝霆鋒在與張柏芝婚姻存續期間就心繫他人。甚至有人謠傳他為了某個荒唐的理由逼孩子做親子鑑定，
對張柏芝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這些爆料雖未經證實，真假難辨，但他們就像往烈火上澆了一桶油，將公眾對張柏芝母子的同情推向了頂峰，也將謝霆鋒置於一個更加百口莫辯的渣男境地。儘管謝霆鋒方面在第一時間委託律師對這些惡意造謠進行了警告，王菲的前經紀人也出面怒斥謠言，但對於廣大吃瓜群眾而言，他們更願意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真相。一個對親生兒子冷酷、對繼女熱情的男人，必然是不稱職的，甚至是虛偽的。這種大眾情緒的集體爆發，其實是多年來對於謝霆鋒人設的一種逆反。過去，他被塑造成一個為了真愛不顧一切、灑脫不羈的搖滾浪子，這種形象固然迷人，卻也自帶一種不顧旁人死活的疏離感。當這種疏離感實實在在地投射到他自己年幼的孩子身上時，公眾的道德神經便被瞬間觸動了。他可以為了王菲煮一頓飯，卻不能陪兒子過一個生日，這樣的反差幾乎摧毀了他在公眾心中作為一個成熟男人的信譽。謝霆鋒或許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陷入這樣一種裡外不是人的困境。他想保護父親的名譽，發出了那封措辭嚴厲的聲明，結果卻被解讀為只顧老爸不顧兒子，成了別人攻擊他厚此薄彼的又一罪證。他努力維繫與王菲的感情，愛屋及烏地對他的女兒好，這份用心卻成了對比之下傷害親生兒子的利器。他似乎做什麼都是錯的，每一次試圖澄清或表達，都可能成為下一輪輿論圍剿的素材。這不禁讓人想起他這些年來一貫的處事風格：沉默、冷處理，不輕易對外袒露心跡。面對張柏芝三胎生父的謠言，他選擇發一份聲明劃清界限，然後就閉口不談。面對外界對他與兒子關係的質疑，他也極少在公開場合詳細解釋，只是偶爾在訪談中流露出一些無奈，說些父子關係需要時間，每個人表達愛的方式不同之類的場面話。這種處理方式，在他還是那個萬眾追捧的偶像時，或許可以被解讀為酷、有性格。但當他步入中年，成為一個父親、一個家庭的頂梁柱時，這種過度的沉默和自我保護，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甚至缺乏擔當了。特別是現在，他的大兒子 Lucas 已經19歲，在法律上已經成年，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力。這個曾經抱着橙色猴子玩偶入睡的少年，如今早已長成了一個高大帥氣的小伙子。他會如何看待自己父親這些年來的種種行為？他會認同父親那份我只是 Lucas 及 Quintus 的爸爸的聲明，還是會對那個常年缺席卻對別人的孩子關懷備至的父親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疏離和失望？有媒體報道，在爺爺謝賢病重的最後時刻，是張柏芝安排正在澳洲留學的 Lucas 提前返港，陪伴爺爺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這個細節非常耐人尋味。他一方面說明了張柏芝對孩子的教育是成功的，他沒有在孩子心中種下仇恨的種子，而是教導他們要尊重長輩、重視親情。另一方面，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維繫謝家血脈親情這件事上，張柏芝和他的兩個兒子似乎比謝霆鋒這個親生兒子做得更加到位。謝賢生前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誇讚張柏芝孝順，對他這個前兒媳充滿了不捨和愧疚。這種情感是裝不出來的。或許在謝賢眼中，張柏芝不僅是孫子的母親，更是那個在他兒子忙於事業和新感情時，默默撐起了另一個謝家的人。如今謝賢已去，他留下的遺產爭議和家庭矛盾，卻像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橫亙在謝家每一個人的心頭。謝霆鋒發出的那份聲明，試圖用法律和公關手段來終結外界的紛擾，但他顯然低估了親情這筆賬的複雜性。那些被他在聲明裏定義為不實資訊的傳聞，雖然在法律層面上可以被追究，但在情感層面上，卻因為他自身的不完美而獲得了某種真實感。公眾寧願相信謝賢把大部分遺產留給了更需要補償的孫子，寧願相信謝霆鋒就是一個偏心的父親，因為這些相信
比那些冰冷的官方聲明更符合他們對這個複雜家庭關係的想象。謝霆鋒遭遇的這場風波，與其說是豬隊友的禍害，不如說是他多年來在家庭關係中的經營不善所導致的反噬。那個被他視為豬隊友的親兒子，其實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他只是像往常一樣，在生日那天，待在陪伴自己長大的母親身邊。而正是這種沉默的存在，這種無聲的對比，成了撕開父親那層體面外衣的最後一根手指。